MLB 洛杉矶天使二刀流明星大谷翔平从小视铃木一朗为偶像，因此他说，看到铃木一朗昨天在西雅图水手击败奥克兰加后正式退休的画面，让他十分感动。美国职棒大联盟 MLB 上季美联新人王大谷翔平表示，他并未如前一场比赛般熬夜看整场比赛，但他睡醒后看到有关铃木一朗结束19年生涯退休的新闻，并看了铃木一朗最后一次步下球场的影片。大谷翔平透过翻译水源一平表示，我一起床就在网络上看了精彩镜头，我还是不敢置信24岁的大谷翔平，在铃木一朗2001年在水手展开他极具纪念价值的菜鸟年，并夺下美联最佳新人、年度最有价值球员时，他才年仅7岁。大谷翔平从小就很密切关注铃木一朗的生涯发展，他说希望自己能像铃木一朗一样。大谷翔平说，他一直是我效法的目标，那不会改变，虽然我无法再看到他打球，但我会永远记得他打球的身影，他是我这个世代极受敬仰的人物。大谷翔平谈到，他会永远记得去年春训，铃木一朗和他见面，并给了他打击上的建议。他希望能亲自联络铃木一朗，恭喜他功成身退。大谷翔平说，去年他与我见面并给我建议，让我感到非常荣幸与感激。像他这样的超级巨星，能如此给我建议，真的很难找到第二人。根据日本媒体报道，铃木一朗在他的退休演说中提到大谷翔平，表示他有信心大谷翔平能成为明星。大谷翔平本季不会投球，因为他在去年10月1日接受俗称汤米约翰 Tommy John 的耻骨附属韧带重建手术，目前仍在复健中，但他已经准备好在5月重返球场，担任指定打击。铃木一朗说，大谷翔平的成为世上最伟大的球员，世上没有其他选手能像他一样，同时具有身材和速度双重优势。洛杉矶天使一垒手普侯斯 Albert Pujols 是2001年国联最佳新人，他和铃木一朗同年站上大联盟，他对铃木一朗同样赞不绝口。普侯斯说，毫无疑问的，生涯辉煌，未来的名人堂成员。他不仅能在日本打出成绩，也能在大联盟这种层级有所成就，实在不可思议。我很荣幸地说，我和他差不多处在同一时期，且都拿下年度最佳新人奖。这真的是很惊人的生涯，我真的为他感到开心。